再来看宜兰的罗东火车头的大厅，因为最近一直在电动轻轨架损害甲真严重哦，有的条啊看起来嘛歪歪，佮有光线破去哦，乘客拢看甲心惊惊。代替是表示讲车头的安全性无问题，也毋过维修需要公开招标哦，会赶紧来处理。今日罗东火车站向顶外看，轻架毁坏严重，边啊光线佫露出来，好真侪起坐车旅客，烦恼最近一直对动，哪只架落落来，恐惊发生意外。另外，今日要大厅，民众也指出，反映看起来歪歪，感觉车站建筑结构因为对动有寡问题。会有掉落的疑虑，所以是需要更换。乘客都来来去去，其实有时候不会注意到上面啊，万一发生说有意外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，就很麻烦。代替初步检视，车站部分的边架差不多100平，轻架损毁，水管也破去的问题。另外，环流外穿不是建筑主结构，只是计件作用，安全无问题。像漏水的部分或轻钢架天花板掉落的部分，我们现在都已经有马上立即的招标，我们也都在做处理中。代替表示，若要修理，要经过公开招标，需要一段时间会赶紧处理。另外，南澳这话花莲进乡的车站也拢有天棚落入去的情形，目前拢已经修好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